有好多人會僱用我個名，話自己係基督。佢哋會誤導好多人。你哋會聽到有戰爭同埋戰爭嘅傳聞。你哋唔好驚，因為呢啲事一定會發生。民族會攻打民族，國家會攻打國家。唔同地方會有饑荒同地震。呢啲都只係災難嘅開始啫。佢哋會將你繳交去受苦。好多人會跌倒離開，互相出賣，互相憎恨。因為不法嘅事會越嚟越多，好多人嘅愛心都會冷淡。然而，嗰啲堅持到底嘅人，最終必會得救。呢個天國嘅福音會傳遍萬國，然後終結就會睇到。睇下，我會駕雲而嚟，所有人都會見到我。